杨迪克、小杨伟，刚刚中午啊吃饱了，现在开心呀？开心了噻！哎呦，这边在排队干什么啊？排这么长队伍的？哦，在买什么东西？阿斯崔呀！哎呀，杨迪克，怎么有店叫阿斯崔的？哎呦，现在这个店取点名字我是看不懂了，这个是卖什么东西？哎，妹妹，这个小美女，嗨，你好，你们在排队买什么东西啊？哦，鸭子炸！哎呦，杨迪克、小杨伟，这边怎么有鸭子呢？你们两个不是最喜欢吃鸭子的吗？啊，你们去那边坐一会儿休息。这个黄叔叔给你们排队买2杯鸭子，谢谢。好了。哎呀，没事的，黄叔叔身体跑得不得了的，排会儿队摸鱼啊！你们去做。帅哥，你好，这个鸭子这怎么买？哦，大叔，你有提前预约吗？耶，怎么现在都这个样子了？怎么样样都要预约的了？搞什么东西了？不是，小帅哥，你听我讲的，这个我叔叔刚刚排队排了半个钟头，好不容易轮到我了，你跟我说要预约啊 ？OK， 大叔，是这样的，我们店呢是线上预约，线下取餐，因为预约人数太多，所以需要排队。耶，很抱歉，这是我的名片，我是这家 Arstai 的主理人 Bessie。Hello。你可以在名片上直接扫码预约。哎呦，不是的呀，小帅哥，那个叫什么？你叫那个比赛，你听我讲的，这个叔叔辛辛苦苦排了半个小时队，轮到我，你跟我说要预约，这怎么弄的？是了，你活络点啊！我家小孩子还等着喝鸭子这里啊！是了，你这边告示啊没有？我第一次来，我谁知道你要预约了？那我排了，那怎么弄了？是的，你这样给我打2杯那个叫什么？碧螺春椰露啊，碧螺春椰子真的啊，我钱又不会少你的。哦，是这样，大叔，这是店里的规矩，所有人必须排队预约。Sorry。哎呦，大叔，我们又见面喽。如果你想直接购买，不想预约的话，也是可以的。来办一张我们听虚轩的3888的年卡就可以咯。以后椰汁随便买。哦，对了。如果你拿着Arstai的椰汁来我们听虚轩上厕所呢，也是不需要预约的。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很棒啊？哎呦，这个你不死里头吗？你那个厕所那个虚厕所不开啦？你跑到这边来干什么 ？Alright， 大叔，是听虚轩，不是虚轩。另外，我也不是什么看厕所的，我是私人厕所主理人。OK。哦，另外还有，这家Arstai也是我开的。我只不过让 Bessie 来做店长罢了。你这个死里头，我还没找你算账了。我跟你说，我上次这擦了口子了才过呢。我着急上厕所嘛，是在跟我搞清你才东不西不的。是了，去拼命敲我做岗，有你这样做生意的。现在我要买杯鸭子汁嘛，又是你要我买厕所年卡干什么啦？要我在厕所里面喝鸭子汁？想得出来的。叔叔今天就要喝鸭子汁，不想上厕所。Okay, doesn't matter. It's not my business. 就老老实实预约吧。Bessie, the next， 来下一位。耶，你不要跟我老三老四的扯。好，把那个出来。小妹妹，你先买啊！老三老四，喂，兰生，我来哇，我上趟帮你讲过个，你搿个过个花区乡搿边搿个有个厕所啊，搿个卫生间的问题有搿个你过来弄来。我正好来海呢，谁了啊，等你啊。喂，小李，我老黄，是这样，这个我这边有一家这个鸭子汁，它是又弄鸭子汁又弄厕所，你这个卫生管理问题你过来盯了你过来一趟我发位置给你你马上过来我等你好，就这样，好。石总，他好像认识张主任。哎呦，老板，都是误会了。你说你打电话给张主任干嘛呢？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看 Bessie， 你还愣着干什么？椰子切开，给老板泡碧螺春椰汁啊，还愣着干什么？老板，听虚轩，以后上厕所随便来，要什么听随便选，要什么香薰随便选，2杯椰汁免费给您。行了，不要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了。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好的，老板。Bessie， 老板的2杯碧螺春椰汁好了吗？好了，死里头这个比赛
我也不是要占你们便宜，该多少钱我还是会付给你们的。哎，我又不是要搞特殊了，但是你们这个属于捆绑消费啊，知道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生意呢？啊，对的，真的。啊，好了，不跟你们多烦了啊。小杨伟，这个杨迪卡，吃这个鸭子噻啊，吃了。小杨伟啊，想上个厕所了，去前面那个什么嘘，好啦，好，走，好。